在地人在地情，来看这个云林县政府甲园长北港虎尾农会来合作，举办着土豆季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烤土豆。谢谢。囡仔讲出烤土豆的感想，真侪大人带囡仔来参加云林土豆季活动，拢感觉真趣味。你吃只是吃而已啊，这个是自己去拔。他以前小时候我就都带他来参加各种活动，我们从来没有拔过花生。虎尾镇农会办这个烤土豆的体验，是希望透过活动，让所有人知影在地农产的好，以及了解农友做事的辛苦。这个花生田总共有1500坪，全部在今天早上开放给大家。最主要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花生是长在土里面还是上面云林县种土豆面积超过14000公顷，占全国总面积75%，这是云林重要的农产品。农会希望透过云林土豆季活动，让更较侪人知影云林的好滋味。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